最近我用咗呢個 ChatGPT 人工智能嘅助手嚟幫我顯化嘅願望，效果非常之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點樣用呢個 AI 技術去連結我嘅潛意識，放大我顯化嘅力量，真係一步一步活出我想要嘅生活。Hello， 大家好，我係 Monica， 係你嘅好朋友，心靈能量成長嘅導師，尤其是幫助30至50歲現處於好多嘅情緒、金錢嘅問題、家庭唔和睦，甚至係職場嘅矛盾，又或者甚至更多。雖然你唔講出嚟，但我感應到你哋嘅問題存在，所以我喺呢度希望同你分擔呢個問題，等你可以解決到，做返自己。第一部分今日講嘅呢，就係我係咪天生好命？其實呢啲都可以養出嚟嘅，養出嚟，培出嚟，得唔得啊？係得㗎。我記得18歲嗰年係我嘅人生一大嘅轉捩點。我哥突然之間同我講：上次聽你提你想去美國讀書喎。佢就話：可以啊，我可以支持你嘅，等你實現呢一個夢想。於是我就鼓起勇氣去申請嗰啲美國學校讀大學，然之後鼓起勇氣去申請呢個美國學生簽證，一次就過關。嗰日我記得見到有好幾個人喊住出嚟，因為俾領事館拒絕，但我過咗喎，連我自己都唔敢相信，一次就過關。繼而仲係我到咗美國之後，就遇到一班好朋友，互相幫忙，喺3年半就大學畢業，之後唔使2個月就揾到一份人生嘅第一份工。你以為呢啲係好好命水？好好命？嗰陣我覺得，我認為我當時有個女朋友仲同我講：你個命真係好，仲有個咁好嘅哥供你去美國讀大學。其實現實係我個女朋友佢阿哥呢，唔止唔供佢讀書，仲係成日問佢借錢。所以我想話，幸運係咪從來都唔係天生嘅，而係你選擇出你想做一個點樣嘅人生，點樣走出佢嘅第一步。顯化唔只係齋坐喺度就想出嚟就會成功嘅，而係你真正去相信自己去值得嘅，並且要踏出行動去迎接呢一個嘅奇蹟。我記得當時排緊隊去準備入美國領事館簽證嘅時候，我當時我唔識乜嘢叫做，我當時18歲，當時唔識乜嘢叫做宇宙落訂單。我當時真係望住個天，對住個天講：宇宙啊宇宙，請你幫我一次過關。當時我就係講咗呢一句說話，然之後我就相信個宇宙一定會幫到我嘅。我而家每日都會用呢個 ChatGPT 去幫助自己去寫
願望實現咗之後嗰日喎，係唔係之前話之後嗰日喎嘅劇本？佢咧就越寫越清晰，越寫越有畫面，然後奇妙嘅事就開始連連發生。呢一句說話其實就係潛移默化咁樣去成為咗我嘅潛意識，而事實上好運係可以培養到出嚟嘅，唔係你如果冇天生冇咁點搞啊？你咪慢慢培養到出嚟咯，係冇問題嘅。咁點樣培養啊？有好多人問我點樣培養嗱，我有3個好小 tips 話俾你聽。第一個就係你個心態，你成日都講我做乜嘢都好順利，宇宙就會相信你咯。第二樣嘢係能量係對流嘅，你對人好，宇宙會加倍咁樣去還俾你嘅。第三就行動啦，唔係坐喺度講就係咯，我去行動啊！我唔係淨係真係齋坐，我要走出第一步先有轉機。行動其實最實際，諗係固然緊要吓，個心態你就相信你會做到，最後就係你嘅行動去實行你所諗嘅嘢，你所相信嘅嘢。咁下一部分究竟顯化其實係啲乜嘢嚟㗎？大家成日都講顯化，但顯化唔係坐喺度咁喊出嚟嘅喎。我要有錢，我要有拖拍，咁簡單嘅喎。係你要清楚，你要想要啲乜嘢。最緊要係你背後你真正想實現嘅係乜嘢？譬如你想中六合彩啊，其實你中咗六合彩之後個目的係乜嘢？其實咪就係自由咯，有選擇權啊，係唔使成日都為錢愁，委屈自己嘅。所以顯化係一場係揾翻你真正嘅自己嘅旅程。你要問自己，我真正想要過嘅生活係啲乜嘢嘅生活？要問自己，要寫低，揾張紙，揾支筆寫低落嚟，唔係一下子你就唔記得喎。你寫低咗有證有據啊嘛，係方便你去再 check 翻，再睇翻啊嘛。咁第三部分點樣用呢個 ChatGPT 啊，去幫助你顯化？好簡單，我教你點樣去做，你就先做一啲簡單嘅嘢啊，見到去嘗試佢真係得嘅，咁你咪去俾啲深奧啲嘅嘢去做咯，係嘛？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同你分享我自己點樣用真實嘅方法去利用個 ChatGPT 嚟幫我。嗱，步驟一就係寫低你10個你想實現嘅夢想。第二就係揾支筆揾張紙寫低佢10個願望同你個夢想。第二樣嘢，你用 ChatGPT 幫你寫一個描述你已經實現咗之後嗰日嘅情景。例如我會輸入ChatGPT 請你描述一下我住喺澳門一間日式風格嘅屋企，我充滿靈感，身體又健康又強壯，內外咁樣去連結宇宙。第三樣嘢要加埋你個感官，你個體驗同埋你個肯定感。咩意思？你要叫佢描述下你當日我坐喺嗰個後院嗰度，我會聽到啲咩聲音，我會見到啲乜嘢，
我會聞到啲乜嘢，我會感受到啲乜嘢，你所有嘢都有齊喺嗰度。咁我哋要講啦，多謝宇宙俾我呢個日式嘅花園喺澳門嘅地區嚇，咁樣樣你就可以，例如我係我嘅人生嘅創造者，一切願望輕輕鬆鬆都會實現到嚇。咁唔係講一次就得㗎喎，你要訓練你個大腦，你個潛意識話俾你聽係有呢樣嘢存在㗎喎。如果唔係，佢哋唔知發生咩事㗎喎。就係每日我會早晚我都會聽嗰個 ChatGPT 幫你寫嗰段內容。當你喺半夢半醒嘅時候，你個潛意識係好開放嘅你最聽到亦都會相信，唔會質疑自己嗰個劇本。咁就好似你已經活到喺你嘅夢想生活入邊最後一部分就係點樣先可以維持到顯化嘅頻率啊？除咗用 ChatGPT 外，我仲會做以下兩樣嘢嚟培養我嘅能量。第一樣嘢，我會做運動，去跑下步。我50幾歲，我會經常去跑步20分鐘咁樣，唔使勁跑，我輕輕跑，一路跑就感覺上大自然嘅氣息好輕輕鬆鬆，嗰啲輕風吹面而嚟，感覺好舒服，好實在靈感特別多。甚至有時去跑下步有時喺屋企睇住個電視機跳下嗰啲舞伸展下就冇咁混亂啊嘛。第二樣嘢呢，我就會睇下啲書，因為點解呢？睇書俾到你非常之乾淨清晰嘅知識唔會好似啲短視頻咁樣咁多俾你比較，我比你好啲，你比我好啲，呢啲世俗嘅嘢令到呢書面上嘅知識幫你連結咗你內在嘅心，自我覺察同埋穩定嘅心念，呢啲都好緊要嘅，因為呢啲增加你所想嘅知識，你所知道嘅知識最後呢，我想同你哋講，你係你人生嘅創造者，所以呢，就唔好等，唔好拖今日就開始寫低你嘅願望，開口講出，交俾個 ChatGPT 幫你寫出嘅人生劇本。如果唔係咁啱，再改到你自己想要嘅劇本為止咯。你每日聽翻，逐步調整，你嘅顯化速度一定會加倍。相信我，我都做到，你冇理由做唔到噶嘛。你比我更叻所以呢，就希望你哋揾翻真實嘅自我真實嘅自己嘅人生，開啟你最想過嘅生活。所以啦，如果你哋中意呢一條片你想中意過啲咩嘅生活，可以喺留言區留言講低你想要咩類型嘅生活，乜嘢類型嘅開心，家庭和睦，宇宙聽到你嘅，因為語言係非常之能量非常之大嘅所以呢，就係你中意呢一條片，記得 like 我留言同埋訂閱。我下次會分享更多顯化同埋加埋 AI 嘅秘密。我係 Monica，關注我，下次再見。